1966年开伫咧嘉义县大拿火车头边的成都旅社，见证大拿过去的繁荣甲在地特殊行业的历史。即阵出资甲在地的人士，佮有南华大学合作，向文化部申请补助，修理这栋3层楼仔悬的老厝，希望会当互大众了解在地历史。在地文化导览员紹介，这栋準備要開始整修的建築，这棟有50多年歷史的旅社，因為特殊的經營文化，內底的裝潢，佫會當看到真趣味的設計。它那個年代，還有包括它的特種行業，所以來住的人，萬一他有一些突發的狀況，所以他要從裡面的房間逃跑，或是跑出來的時候，他可以從這個鐵花窗，因為這個是活動的。這棟有超過30間房間的成都旅社，都是大拿火車站邊啊。因為較早兵營甲燈廠的關係，所以來來去去的人真多。出資為了要保存這特殊的歷史文化，甲萬國縣南華大學合作，做伙申請文化部的補助。整理好了後，伊要開放啊，大家做一個使用，甚至啊，咱這地方的少年囡仔會使甲伊設計的物件，有一個所在可以做一個展現。自強旅社的這個部分，我們會提供一個公益空間，還有青創的空間，讓在地的年輕人以及相關的人士可以來做使用。就增進就是在地的青年就可以回鄉嘛。現在都政府都鼓勵在地青年要在地生活創業，我們就是把這個空間讓出來。透過文化部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劃，這棟3間連做伙的旅社，暗算要伫2024年整修完成。設計師表示，會保留大部分的建築風格，俾後來遮遊客會當透過這間旅社，認捌大拿在地過去的繁榮。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。